好啦，我哋繼續接聽聽眾電話，有港生早晨。係早晨，咁多位主持人，港生身體健康，都係全世界身體健康啦。咁樣啊，關於嗰個正正我聽到有啲聽眾講巴士嗰度咧，其實我都冇意思參與好多呢啲咁嘅嘢，因為第一時間咧，我覺得咧先搞好嗰啲咧攞得去填海嘅巴士啊，嗰啲綠色巴士啊。咁第二個咧就係好難講嘅，汪雲之前係管墳墓噶嘛。管墓地噶嘛，咁佢突然間去咗嗰度又冇深造過，又冇訓練過噶，咁而家管啲喐動嘅嘢同管死物係兩回事啦。佢自己諗下啦，慢慢佢將來會講呢度噶啦。關於外僱嗰度咧，又係個法制問題啦。好似蘇文音教授講得好啱噶，因為點解咧？你有法律你又唔執又唔做。法律就有喺度，但係你哋唔去執行，咁啊變咗出現咗好多問題出嚟啦。咁嗱，我想講咧重點，因為咧基於有網民啊，或者法律界人士同我傾過好多啊，同埋啲市民同我傾過好多咧，關於我成時提起嗰10個墓地，我一定要澄清一樣嘢。嗱，呢10個墓地咧，我要指出，因為有好多人話唔係好明一啲嘢。嗱，我而家我比較詳細少少講一講，我今日集中講呢樣嘢。嗱，關於我哋陳司長咧，陳麗敏司長咧。佢喺嗰個嗰個8月9號嗰一日咧，10年嘅時候咧，佢就話完全毫不知情呢樣嘢㗎，呢10個墓地。但係唔足24小時之後咧，佢就發咗11點嘅聲明。咁即是話咧，佢已經去睇嗰啲文件或者各樣，所以呢啲調動文件我將來再講。咁 OK，佢發出咗呢樣嘢，但係唔好忘記喎，喺4月15號咧。同年嘅10年4月15號咧，已經有俾咗信噶咯，同埋2月28號已經2封信噶咯，加埋係一封俾佢，一封俾特首而交埋俾佢，佢根本就知情嘅呢件事。如果唔係佢做唔到呢11點，咁呢度係一個好嚴重嘅大話，係一個假聲明。第一點，第二點我想指出咧，佢呢11點嘅聲明咧，我首先指出第一點，嗰個11點裏邊嘅第一點就係第3點啦，即係嗰個11點嘅裏邊嘅第3點，佢咧就引用咗咧嗰個法規咧。就係邊一個法規佢引用咗嗰個24/88M， 咁24/88M 裏邊咧就佢用咗第29條，就第29條跟住第6項就私款，咁呢條法例咧已經喺回歸法咧99之後咧講到好明嘅咧，回歸法裏邊咧係講得好清楚咧，回歸法裏邊嘅第3條就第1項。咁啊講到好清楚噶啦，已經係唔再可以使用噶，係廢止咗噶，直情你可以上網睇噶，廢止咗噶。即是話咧，佢意圖咧欺騙市民、市民咧，即係話呢個10個墓地係合法批出噶，其實就係唔合法噶。而且咧咁樣咧，即是話咗俾我哋聽啦，因為佢呢個聲明咧係用文字同埋係政府嘅公函，而使用咗佢法務司嘅權利，兼且係用咗特區名義咧去作出呢個11點嘅聲明。咁喺呢度咧，佢正已經犯咗咧一個刑事法。我等間會講聽佢犯咗啲咩刑事法。好啦，第二個佢第8點我要指出啦，佢第8點嗰11點裏邊嘅第8點，佢就話已經嗰條法例係使用咗2年幾，實質就係用咗1次。好啦，而家我去解釋點解用咗1次啦。因為喺高端次個質詢裏邊咧，大家又係公開咗嘅呢啲。高端次咧喺2月1號嘅10年咧，就做咗一個質詢，而譚偉文咧，民政總署譚偉文咧就答咗佢，就高端次問咧究竟回歸之後批咗幾多個墓地？譚偉文就答咗，亦都係書面上公開咗嘅。佢話9個。點解你哋會覺得奇怪10個9個呢？因為有一個成員退出咗啊嘛。如果真正嚟講係11個添，計埋佢阿陳麗敏個爸爸嗰個就咁 OK。咁而家我想講咧，關於嗰個第3點嗰度啦，佢係觸犯咗啲乜嘢咧？第一，一個假聲明啦，又係文字上各樣啦，佢係觸犯咗嗰個嚴重地觸犯咗嗰個咧244刑事法典嘅244，就244嘅裏邊嘅咧第1項。個 B 款係講得好清楚噶啦，佢係觸犯咗呢條刑事法嚟噶。第一，第二，佢點解會觸犯刑事法裏邊嘅347濫用職權呢？因為如果既然呢條法例已經係廢止咗唔用得噶，你一樣照批咗出去噶啦，即是你濫用職權咯。咁呢個係刑事法噶嘛？嗱，或者都用啲法律字眼咧，港生，即係你可以形容懷疑佢。咁樣咧，OK， 用懷疑兩個字。唔係，但係呢度咧係廉政公署個報告書出嚟噶嘛，唔係我個人噶嘛。咁我根據法律咁答翻佢啫嘛。咁點解我仲引用叫大家去睇336咧？336裏邊刑事法典33裏邊336裏邊嗰條條例咧係好清楚講明，估無論佢係司長或者乜嘢都係一樣觸犯咗。咁好啦，基於呢樣嘢咧，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喎，因為呢個咧，如果你觸犯咗基本法、回歸法咧，係涉及國家添噶咯喎。
咁所以咧，你咁樣咧，我希望個法律界人士、市民去評價，或者你哋傳媒界或者時事評論人、烽煙節目啊，乜嘢都好啦，去評論下呢件事。點解咧？因為咧呢樣嘢咧，你唔係你而家係國民同埋澳門所有嘅市民被欺騙。係。咁老實講，如果係咁樣嘅，係咪真係一個官做錯事，乜嘢事都可以逃？咁你有咩意見俾阿馮文莊專員呢？俾馮文莊唔需要噶啦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而家咧，嗱，我哋要知道一樣嘢，澳門個檢察院咧係一個獨立司法部門，咁由於佢係一個刑事監督實體，咁所以我喺呢度謹此向何超明先生咧、院長咧、檢察院長咧，或者其他檢控官咧，我希望你哋注視下呢個問題，因為我同好多法律界人士、律師，甚至乎或者甚至乎咁已經係好清楚咗呢件事啦。咁我已經指出咗啦。你講晒未啊？仲有一樣嘢喎。鄭生，仲有一個問題喎，就算呢度已經係觸犯咗咁多條法例，我噏咗出嚟。有一樣嘢喎，就算喺政治責任啊，你睇就算國內40個學生浸死啊，海事處直接無關㗎，都要自己行得開啦。係。咁你而家你講高鐵啦，咪一樣咁多高官要離開大陸嗰邊嗰個，咁你話而家澳門街究竟係點啊？咁仲有一樣嘢，唔希望咧為保一人咧得罪全球嘅人民。係。呢個咧就係一定要公正公開處理。點解而家我最尾要問一點咧？究竟現在檢察院係開咗定未開卷宗咧？因為呢個咧係一個冇理由再拖噶嘛。因為如果你再拖住決咧，都有第時調咗佢，譬如基金會先去散花度派錢都得㗎。係或者過咗個追訴期啊咁。係啊，咁所以呢啲嘢咧，其實咧仲有好多細節我未講㗎啦。就因為呢度咧，因為個時間嘅問題咧，我可以講一點咧。呢度已經係指出咗咧，刑事法咧佢係犯咗2條，基本法犯咗1條，回歸法犯咗1條，政治責任佢要負。咁而且咧佢係欺騙咗市民嗰度咧，大家再睇點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喺呢一點咧，我係強調呢度，我而家係答晒啲網，我亦都希望網民去評論，市民去評論法律。亦都希望我哋高官係清白嘅，即係推陳出新兼一塵不染。我都想講幾句話。我想講多句就係因為乜嘢咧？因為當時官告民帶氣呢件事咧，成個傳媒界咧，澳門震晒㗎啦，個個都又話封筆，又話開筆，又話寫西。但係點解到呢件事而家靜晒落嚟咧？既然年幾啦，因為到傳媒嘅跟進似乎唔夠。仲有一樣嘢話點解當時咧ICAC 開咗案咧，就話我哋要等啦，司法程序啦，ICAC 等咗年幾以內被呃咗年幾。仲有一樣嘢喎，有時調查嗰個咧，做負責調查嗰個咧，究竟佢調查嗰個啲仔女會唔會係佢嗰啲領細或者領邊陣？我哋唔好咁多啦嚇呢樣嚇，但係我都想講翻兩句嘛。係講生，等阿鄭國強講兩句啊。好嘛，我覺得一個主管法務嘅高級官員，俾市民公開指責，經過前後1-2年，有關方面都唔正面處理。咁呢個造成嘅結果係可能破壞性好大。好啦，嗱，咁鄭大斌，因為時間我講埋呢兩句啦，我都希望咧，你哋時事評論員一陣間我收咗咪之後，你哋評論下呢樣嘢，兼且咧，我喺僅此呢度咧，我希望咧，何超明院長咧，我知道佢公道咧，僅此咧，我希望佢咧，發出一個新聞稿，因為佢唔係一個普通人，係一個司長咧，係佢係佢哋嘅權限範圍咧，係應該要公佈俾市民知道究竟而家咩一回事。好啦，多謝廣生你電話，多謝你。咁我跟住評論埋啦。如果做到司長級係有免責條款嘅，有關方面應該講出嚟。免責條款就等於香港點解立法會上嗰3個搗蛋王嘅議員可以喺度肆無忌憚呢？因為做咗議員就有免責條款。有啲官員有某啲免責條款，但係呢方面應該就絕對唔會有嘅。咁如果冇嘅話，我覺得就應該法庭上見喺呢方面呢，將大家嘅理據攤出嚟。如果冇罪嘅，還以清白之身。如果有罪嘅，罪該當何罪？咁到時嚟講呢，按照澳門現行嘅刑事法去處理。但呢個睇下即係邊個做原告，定係如果冇原告嘅時候，由檢察院去做呢個工作。即係頭先廣生講係啱嘅。現在對整個特區政府嘅公信力破壞得好厲害。呢個破壞就係話，搞到各級官員都挺唔起腰。由於一個人喺呢方面遭受到長期嘅指責，但係佢冇法子向公眾作出大家接受嘅解釋，但係提出指控者振振有詞，咁所以呢個問題，我覺得唔能夠再鴕鳥政策。但係廉政公署做咗個報告啦，咁特首已經着令有關嘅司長去，佢用跟進2個字啊，咁呢個唔可能無了期噶嘛。如果咁上下都跟進唔到嘅時候咧，我相信特首都要再講嘢。我都同意鄭國強個講法嘅，咁好似一件事發生咗之後咧，咁就
係咪想小事化無咁樣？加上全澳嘅但係呢個社會有啲唔係咁樣處理噶嘛？噤若寒蟬造成嘅寒蟬效應，所以我哋澳門電台不能不讓呢位市民能夠繼續講落去，否則我哋就成為鴉雀無聲嘅其中一個共犯。咁所以呢個角度嚟講，亦都係挑戰我哋媒體就重大嘅社會爭議。我哋係咪呢方面係鴉雀無聲？所以政府亦都唔需要怕嘅。如果係真係冇問題嘅，嗰啲所有嗰個行政上邊都冇咩瑕疵又好，冇咩漏洞，冇咩嘅違法等等啦，咁亦都不妨係再向公眾交代多啲咯，係嘛？亦都唔怕被調查嘅呢啲。如果係冇事嘅話，自己冇做一啲違法嘅事啊，唔理怕唔怕。咁所以我覺得係對特區政府整個聲譽有關，同埋對整個市民嘅心態。咁所以呢個角度嚟講呢，我哋點解係讓港生能夠發表嘅意見，否則整個澳門鴉雀無聲，對澳門都唔係好事。